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五圣宫附近寿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新建中。
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寿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屋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新建中的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网原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兴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兴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齐望，圣域乾观3600圣48000乾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屋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贤仁一手大千的家乡关题教士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科上办公室与交谊厅义和众志爱心会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千天母图及神威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寿子村镇安宫台南艺术大学屋山头水